今日要同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，我有一位 client 咧，因為佢之前嘅低迷啦，運氣十分之差啦，咁喺嗰段時候咧，亦都影響咗佢嘅心情嘅，咁所以佢一直都喺一個低谷嘅位置啦，咁亦都陷入呢一個財政嘅困境好耐嘅，咁所以就揾我幫佢調整元神宮嘅。佢呢個 case 係比較特別嘅，咁我係需要定期每個禮拜都去幫佢調一調整嘅。個原因係因為佢嘅情緒起伏咧係比較大嘅，咁心情咧就成日都喺低迷嘅狀態，所以我係需要幫佢去令佢平穩啦，令佢唔好去諗太多負面嘅嘢啦，跟住就幫助佢去出翻嚟個社會去揾工作做嘅。咁佢有啲心理壓力喺度嘅，所以都需要我去幫忙嘅。咁經過一段時間嘅調整之後咧，就佢心情開始平穩翻啦。咁而佢去見工啊、去揾工啊嘅動力亦都大咗啦。咁而家咧佢就報喜啦，有好消息話我知。咁佢卒之有工啦，可以入職啦。咁佢第一時間諗起我，我實在好感恩啊，好欣慰，恭喜晒！